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友伯牧师。今天9月8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悲惨的结局。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31章1到9节。首先我们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他大声说，要敬畏上帝，颂赞他的伟大，因为他审判人类的时候到了，要敬拜那位创造天地海和一切泉源的主。启示录14章第7节。今天的经文内容在描述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扫罗及他家庭的终局。虽然从撒母耳记上28章19节的预言就已经知道扫罗的结局将会如何。扫罗与3个儿子最后都战死沙场。虽然扫罗中箭受重伤后未及时死亡，但因恐怕被敌人侮辱，便吩咐随从拿刀来刺死他，只是那人不肯，所以他最后便自己伏在刀上自杀而死。那时以色列人弃城逃跑，非利士人割下扫罗的首级，又把他和3名儿子的尸身钉在非利士的伯珊城的城墙上面。另一方面，也因着扫罗，上帝的名也因为这样来他的失败，在外邦人中大大被羞辱。而扫罗的军装在亚斯他路庙当中当作是战利品，而他的尸体首级成了宣传品，昭告给拜偶像的民众。他的终局可以说非常的悲惨，而且令上帝的名受辱。然而我们看到本章圣经的经文也在提醒我们，做一个领袖的失败不仅仅单纯是个人的失败，更会造成整个团体的失败。因为扫罗，我们来看他灵性上堕落，违背上帝的心意，以至于上帝就对撒母耳说，在15章的11节，他这样说：我后悔立扫罗作王，他已经离弃我，违背了我的命令。原来这是他失败，他悲惨的一个关键。以色列军队与非利士的战争不但兵败如山倒，甚至约旦河东、约旦河西的以色列百姓都弃城逃命。为什么？因为扫罗王朝不再能够成为他们的保护。其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岂不也是如此吗？所以当一个家庭的父亲、丈夫不能在属灵上面做榜样，带领整个家庭孩子追求能够亲近神的方向，不但我们看到他个人将面临灵性和生活的失败，也连整个家庭都无法经历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成为未信的家人、未信的同事、同学的属灵祭司，那不但他个人将要面对灵性和生活的失败，也连同他周遭的人都会因此无法经历上帝的恩典。当一个牧者、长子、小组长、核心同工不能在属灵上做榜样，带领追求的方向，
不但他个人将面对灵性和生活的失败，也连整个教会小组或是团契都会受到亏损，无法经历上帝丰富的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，是多么不起眼，都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角色和重要性。如果你在属灵上不长进、不尽责，你的结局不但是个人的失败，更会造成与你有关者的亏损。还有什么比无法经历上帝丰富恩典更严重呢？我们来默想，扫罗他一生曾立下不少的功勋，然而却被上帝废弃了，最后不得善终。弟兄姐妹，你我从扫罗的身上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见解呢？有没有什么提醒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把大卫和扫罗这两个人摆在我们的眼前，让我们看见一个离你越来越远、心越来越刚硬、错误越犯越大的扫罗，另一个在你面前跟你越来越亲近，越来越合你所用，合你心意，越来越能够被你提升，给人也越来越多祝福的大卫。主啊，这是两个何等截然不同的人生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一个成为我们引以为戒，一个成为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，从我们生命的本质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像你，好叫我们这一生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